继续来看电视剧《俗女养成记2》，自从播出以来，话题不断。昨暝播出到第4集，收视率竟然破4哦！这个剧中嘛，未少大咖的艺人来客串，做伙来看。안녕하세요。穿灰衫，挂一个目镜，穿甲真水，家庭表姐洪玉轩真欢喜来拜访这个表小妹。因过想袂到讲，互陈家玲发现讲，伊甲因翁的感情已经出问题啊！你跟你老公还好？郑嘉玲，把门关上。面有几大片的乌青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天心头一摆加冕俗女第2季，伊伫个首映了讲，伊本身完成不是公主梦，是女皇梦。2位导演完成了每一个女生心目中的公主梦，然后我一看到我的出场，我觉得我整个升级升等，我已经不是公主，我是女皇登场哎。对出名男演员李国杰来讲，嘛有全新的挑战。敢有听过迪亚伫咧要死静静的叫声？迄款声音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。半小家庭的家教老师，佮学弟仔伫叫李国杰讲，伊真无闲。办这个俗女第2季虽然辛苦，也过真享受。拍了一整天到晚上10点，再开车回台北，隔天早上6点继续拍。对，虽然很疲惫，但我一直很记得我那天在拍完以后驱车回台北的路上，我的心里非常的满足。对了，俊男美女，这摆更加请出国际级的舞蹈家柯芳怡来客串舞蹈老师。俗女第2季播出了后，就有真侪话题，收视更加是愈来愈好。4岁以上的收视率达到4.13%，48岁到54岁更加有7.64%的好成绩。4岁以上全国收视上升0.37%，更是头一摆超过4。那剧情精彩，剧组更加邀请出名演员做伙来伴戏，和这个俗女养成记愈来愈深。好想要。